我係 Gregory 夏偉鵬牧師。我係 Maggie 夏師母，我哋嚟自美國加州。由2019年開始，我哋喺 Belize 貝里斯做宣教士。我哋侍奉嘅小鎮叫 Korosa Town 科羅沙鎮。喺過去6年，我哋除咗做華人福音工作之外，亦都參與當地英語教會嘅侍奉，係服侍貝里斯人。喺新冠疫情之後，我哋見到當地年青人佢哋所面臨嘅挑戰日益嚴峻，見到好多年青人失業、沮喪啦，難以養家糊口。呢啲困境係帶嚟令人心碎嘅連鎖反應，就係婚姻破裂，啲孩子受苦，社區失去希望，亦都對神失去信心。我哋覺得無法袖手旁觀，必須回應。我哋唔單止只係做一啲慈善工作，而係提供一個能夠帶嚟生命改變嘅解決方案。我哋想建立一座 Maker Impact Center， 係一個以信仰為主導，在一座運作中嘅農場裏邊設立宿舍嘅訓練中心，目的係裝備年輕男生，俾佢哋有實用嘅技能訓練，又有屬靈導師嘅指導，幫助佢哋重新揾到生命嘅意義。參與者佢哋將會接受為期2至3年嘅在職培訓，內容係包括農業生產、汽車維修、燒焊、木工、水電、簿記、電腦同埋媒體製作等等，仲有加上每日靈修、生活指導、家庭及倫理價值嘅教導。中心將會提供免費膳宿同埋有生活津貼，喺一個穩定同埋關懷嘅環境之下，透過共同生活同工作，參加者唔單止學到謀生嘅技能，亦都會在品格上面、責任心同埋信仰上得到教導。我哋希望完成呢個訓練嘅人可以養家活兒，成為對家庭同埋社會都係有責任心嘅人。我哋最近得到一項附帶條件嘅土地捐贈，面積有18英畝，喺一個有潛力嘅鄉村社區裏邊。開發條件就係需要籌備到經費。我哋計劃於2026年2月開始分3期嚟籌款。第一期就係頭嗰6個月，我哋希望籌到20萬美元開發頭嗰6畝地，然後再6個月第2期，希望再籌到20萬美元嚟開發多6畝地，然後第3期再6個月，希望再多籌10萬美元去開發其餘嘅土地。我哋正在尋求同政府機構、慈善機構、教會同埋有同樣異象嘅弟兄姊妹嚟去合作嘅機會。僅此係邀請大家代禱同埋以金錢支持，希望你能夠睇見呢項事工嘅潛力。喺呢度歡迎任何嘅詢問同埋建議，願主賜福你們。